Jauh-jauh tu sa ka zaman-zaman na makaitin na sulibat. Sa katutswa ka zaman-zaman auruta supuin kainwa samas imazay to irimia sulatan. Imazay to dusapuru katu aro kayan imazay to ita karam pachutapuru katu pichu karam. 耶利米书28章1节到17节。耶利米和先知哈拿尼亚同年，就是西底家作王的第4年5月，基遍人亚述的儿子哈拿尼亚先知在圣殿里跟我说话。他在祭司们和群众面前告诉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已经粉碎了巴比伦王的辖制，在2年内，尼布甲尼撒王掠夺到巴比伦去的圣殿器皿，我要全部运回这地方。犹大王耶雅敬的儿子耶雅金，跟他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我也要把他们都带回来。是的，我的确要粉碎巴比伦王的辖制，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接着，当着祭司们和在圣殿里站着的群众面前，我对哈拿尼亚说：但愿如此，愿上主照你的话成全。我希望上主会实现你的预言，把圣殿的宝物和所有的俘虏从巴比伦带回这地方。但是你要留心听我向你跟群众说的话。自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们已经预言有战争、饥荒和瘟疫临到许多民族的强国，但是预言和平的先知要等到预言实现，人家才承认他确实是上主差派的先知。于是哈拿尼亚把我脖子上的轭拿下来折断了，在群众面前说：上主说过，他要照样折断尼布甲尼撒王加给各国的轭，他要在2年内实现这件事。于是我离开那地方。这事以后，上主吩咐我，告诉哈拿尼亚，上主说：虽然你能够折断木头的轭，但他要另做一个铁的轭来替代。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说过，他要把铁做的轭加给各国，他们要臣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主说，他甚至要把野兽也交给尼布甲尼撒王支配。我又向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听，上主并没有差派你，你却叫这些人相信你撒的谎。所以上主说，他要消灭你，你要在今年内丧命，因为你鼓动人背叛上主。那1年7月，哈拿尼亚死了。爱丘开诺兹马斯沙督促阿西南阿布罗开马这段西瓦嘎兰，但是预言和平的先知要等到预言实现，人家才承认他确实是上主差派的先知。耶利米书28章9节。督促个zaman阿西尼布巴达罗湾。分辨真与假。马查乌比尼里多那巴乌里kata ini karena巴乌里。正当南国犹大经历国家败亡，人民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痛苦时，尼布甲尼撒王又把圣殿的贵重宝物都夺走，带回到巴比伦。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可说糟透了，不仅人民流离到异邦，圣殿也受摧残，人们心中充满痛苦，毫无盼望。若回头来看现今处境，乌克兰遭俄罗斯武力侵犯至今已长达2年多，人民也是深陷这种痛苦中。
对身处在安定自由之中的台湾人来说，有多少人能想象这种生活的悲惨与痛苦呢？当时的犹大人民处在这种混乱可怕的情况，心里总有种矛盾，不禁要问：我们岂不是上主的选民吗？既然我们是上主的选民，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于是犹大人民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来寻求答案，特别是渴望从他们的信仰中找到答案，进一步解开心中的不安与不解。先知是当时人们寻求答案的重要角色。今天的经文出现两个先知，一个是基遍人亚硕的儿子哈拿尼亚，一个脖子上负着恶的耶利米。当这两个先知在圣殿对话时，哈拿尼亚在祭司和群众面前展现一种先知的架势，发言指出上帝要粉碎巴比伦对犹大的辖制，并以很有仪式感的动作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拿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的言行让在场的人很难分辨他是真先知或假先知，因为他在发言时也使用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的先知惯用语。当时在场的人怎么会察觉哈拿尼亚不是真先知呢？只有耶利米事后戳破他的谎言，说：哈拿尼亚，你听，上主并没有差派你，你却叫这些人相信你撒的谎，所以上主说他要消灭你。即使至今仍有被免职、顶着城市牧师身份的假先知，四处鼓吹自己被圣灵充满，说他的祷告是上帝所启示的。许多信徒沾沾自喜的以为跟了一位有恩膏、祷告有效果的牧师，殊不知自己被骗了。事实上，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牧者并不会打诳语，反倒谦卑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人。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世代的动荡，是否愿意重新回到圣经寻求答案呢？我们是否愿意安静下来，聆听上主透过牧者对我们说话呢？面对接踵而来的疫情、族群的冲突、国与国的战争，我们需要上帝的先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现在都说大家们分辨真与假。都说大家们阿西尼巴基你们在这充斥怪力乱神的时代，网络出现许多说预言的人，我们如何分辨真假呢？我要如何明白上主的心意呢？现在都说大家们阿鲁达给个瑞那基你们拉丁那个马路基你们哎个那巴什马拉盖努力，天地万物的主，这个时代需要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不论是战争、疫情，还是气候变迁和大自然受迫害，都是人的罪所造成的。求你指引我做出正确选择，勇敢说出真实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 tu soka jaman-jaman na makaitin na misila-silan sumupu kilaroy to mana sinipadadeka tu soka jaman-jaman. Satu su sinipallaroy tanutin uri makaitin na matsawa pinili to mana na penaulidan na labsa-labsa tayaw. Nuna matazwa manawri nasa emasajin to warung to kinman wata semas. Rajina na pulingalingaw to mana sinipakilang tanutin ay charo pakalakalan to warung no ta kama sematayaw alay katina marapo to aro ta sika sisarapayan tayaw la datina na kamelang to mana ta kinisusuan to ta kama semas latina na pulingalingaw latina na kilarwaya penaulidan to mana sini turu sini pada dekatan wata kama semas ayakana demikian kita pasemaraw apa pupit surat disuna tiakan sakama dimadi
mali nuja ini kana malunga lamno na pajukatanga sa nukilaraya bumal patsung akai no semat saka mali latina na suliwa tu chwa taken edavan taja ping an